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1日下晡新闻，我是麦松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宜兰有不少因为灶卡翕落员工上班的时阵分歧，而且已经不是第一届，教育处表示已经规划改善灶卡的环境。台南的点心大就是下岗，互人检举讲员工甲人食剩的豆腐钱倒入去店里，店家会室内处理员工，这卫生局也来展开稽查。高雄市40档的这间大楼昨暗发生火灾，因为是集合式的古建筑，消防人员撤离200位居民，有6个人着伤送医。好，咱们先来关心的是今年第一粒风台蝴蝶，今仔日透早8点已经形成。气象署表示，这粒风台其实对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这2日在西部地区也是高温甲翕落的，也毋过即马受到这水汽的影响，东部呢是会开始来落雨，所以请民众都要加注意啊。未来这个蝴蝶台风，它会逐渐往西北方，也就是朝海南岛附近移动。那虽然会有往东北转向的趋势，但是离台湾都还有一段距离。在北上这段过程，会渐渐的再度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因此，整体来说，这个蝴蝶台风对台湾比较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接下来几天要留意，在海面上可能还是会有它带来的一些长浪。气象署是表示讲，拜四开始受到水汽的影响，这天气会加较无稳定。华东地区是大上落雨的，接落来南部甲中部这雨嘛愈落愈粗。未来3天南部甲东南部这雨势会落较大，所以民众都要加注意啊。另外来关心的是这食安的问题，宜兰的中山国小也佮有宜兰国小呢，这学校灶卡是传出有人因为上过翕热，上班的时阵分气。有员工是表示讲，这热甲分气其实已经唔是第一届啊。灶卡内底无冷气，这30-40度是真世常的代志，而且呢为着这个卫生，所以学校佮禁止来开电风。即马针对这个问题，县府的教育处是表示讲，已经规划来改善灶卡的环境。天气正热，不过学校的灶架内面电风煞歹去，顶头还有线人仔伫咧爬，因为煮菜时阵有烧气，实际伫咧现场温度竟然有30-40度。宜兰中山港宜兰国小学校的中央厨房，总团讲有工作人员因为伤热做甲昏倒。太热了！咱伫咧顶路边啊，让伊的温度较袂着就到50度。有工作人员讲，工作环境实在有够热，若是无冷气，电风也因为学校惊讲有土粉污染食物，无爱互因吹。灶卡内边传出有人昏倒的情形，毋是第一遍啦，反映几多遍拢无效果。按照正常的话，包装机是要有冷气，对啊。可是现况，我们目前宜兰学校的话都没有，对。中山港宜兰国小的学校中央厨房总共有10个工作人员。团线业者讲，虽然设备拢是学校的，也不过因会做调整。学校是讲已经开始改善灶卡的环境，甚至要装空调，也怪讨论。所以也希望来这边跟我们的厨工做一个慰问，希望这个毕竟都是为了孩子的一个午餐的一个健康。大家能够取得一个平衡点。我们重点还是在维护这个厨工的一个工作环境的一个品质。那我想这个要做即刻的改善，让整个厨工的工作环境上也可以做一些提升。宜兰有一寡小学的灶卡有装空调，无空调的灶卡交传统的电风，放土火的电风或者是空调门，避免灶卡的温度伤悬。对中山港宜兰国小学校中央厨房的问题，县政府讲已经要求学校进行改善灶卡环境，维护工作环境的品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这台南真出名的点心大洲是下更是互人亚康讲这员工呢，甲人客食剩的豆腐钱，搁倒入去店里，这店家是有出面公开来回息的，讲会处理这个员工。也那台南市卫生局也展开稽查，要求业者要限期改善，若不合格，就会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上济会罚到2亿。台南市卫生局的人员在1号一透早，就来到位伫安平的周氏虾卷老店来稽查，不管是倒喷的桶、厨房，或者是工作台，拢详细看过。因为这间店前期向爆出，员工甲人客食剩的豆干钱，搁倒转去卤店内面。我把那一碗油豆腐拿到他们前台，就是碗堆里放着，放着之后大概过10几20秒，就看到员工从碗堆把那个装着油豆腐的碗，然后拿着它走到前台，然后把油豆腐丢进炉锅里。看到了当下就觉得蛮震惊的吧。连锁店都是要更比一般店更注意这件事。
自家前所处的虾卷加上酱，是创店超过50档的店家招牌菜，嘛是台南知名一定爱食的美食之一。全台老营业的据点，但是却用爆出严重的食安疑虑。做事社群嘛提出监视器，还原事实的真相，同时嘛出面道歉。我们有厨余回收的地方，它必须就是客人吃剩的东西，我们会倒在厨余，然后餐盘整个分开，方便后面的清洁来做一个使用嘛。深感歉意，然后还有对我们的员工的训练，当然我们要加强一个管理。如果有缺失，将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倘若复查不合格，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做事社群是强调，目前在你严谨处理这名员工。卫生局前往稽查，若是发现违规的项目，就会进行裁罚。公司新闻政府但报道。来关心一则意外的消息，这是高雄盐埕区7间大楼昨暗发生火灾。虽然讲这火伫1点钟来就甲拍发，也毋过呢，因为是集合式的旧大楼，所以消防局是赶紧撤离900位居民，拢总是有6个人受伤。这市政府表示讲，7间大楼是列管的对象，顶个月这个消防安全检查是无通过，后手会针对所有列管的大楼全面来加强安检。红红的大火对7楼的窗仔冲出来，因为大火是老旧的集合式大楼，拢总570户住户人数有9000人，甲真正的社中社大楼真相像。消防局唔敢待机，接到报案，拢总出动28台消防车，59位消防员拍火，达整楼去确认撤离住户。为了确保整栋大楼住户都是安全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再重新再整军准备一下，会逐楼逐户的来清查。这较老旧啊，会装潢啊，内底线往哪走我嘛。他可以比较大，我已经比较大，迄间我已经住要4年了。火灾原因也搁爱调查，加在只有6位民众轻伤送医。自从社中社大火了后，高雄拢总有4栋老旧的集合式大楼防列管，7间大楼都是其中之一。顶个月拄做消防安检，有项目无合格防法。大楼管委会讲，之前做的助警器甲广播系统，伫这摆火灾发挥效果，即时通知大家。不过因为住户拢是弱势民众，因嘛是拖要8年的时间，最近才开始收钱，准备要做第1期消防设施的改善。已经在收啊，即摆已经收20几万啦。40几万就要看轻伤拍药啊！我哪要收呢？就会收啊！市政府也会在介入要求管委会必须尽速的能够就整个相关的设备能够加快他们的期程，务必尽速完成那政府也给予必要的协助。早起消防局、干部局拢有派人前往大楼进行调查。市府表示，列管大楼的安检一直拢有在做，针对还未完成的部分，因会加强消防安检，辅导大楼尽速进行改善。记者柯家祖、张勇、郭永昌报道。头拄咱看到这个发生火灾的7间大楼，其实甲2021年10月高雄城中城的火烧案同款，拢是真旧的集合式的主体，而且呢，这2大个离无偌远，所以即马社会就开始来关注讲，亲像这款老建筑伫咧列管了后，对设备、逃生的动线一直到人员的应变，这改革进度到底是做到倒位啊？也那民众防灾的观念敢有提升咧？今仔日解破新闻，咱特别请苏眉为大家来说分辨。是主播，这桩这个高雄7间大楼的这场大火呢，就互真侪人想起4年前，同款是发生伫咧高雄的城中城大火，迄阵是造成46个人死亡的悲剧。当年城中城大火了后，就引起真侪争议，包含住商混合大楼真复杂，逃生的路线受到阻挡，这旧大楼欠消防设施。公共安全无管委会来维护等等，所以讲这代志发生了后，高雄市政府过当年就修正自治条例，这内容就包含6层楼高以上的公寓大楼，就爱强制成立管委会，由这个单位来确保逃生的路线是顺势的，无去互物件挡条咧。也若是这6层楼以上无到8层楼的建筑物，是4年就爱公安申报一届。也若是亲像这住商混合大楼，店家已经停业的，公安的申报甲消防设施的维护，就爱由管理权人，也就是管委会来负责。若是无申报，这管理权人上当是去罚款5万块。另外，伫咧市府这边，因有编经费补助这寡弱势大楼住户，互因是会当去采逃生的漂尸，甲买灭火器具等等。
因为这城中城编剧推动改革，加上市府是有发补助服务新报的大楼，这过当年高雄大楼的公安新报的比率都达到8成，是迄当阵6都当中上界悬的。只不过这款危险老旧大楼公安新报甲检查拢无法度掠甲真彻底。上界主要的原因就是大楼甲公寓的公用基金根本都无够用，因是无钱通好推动整修内部设备，而且维护道省路线这挂代志嘛无钱通请人去做。这都造成大楼公寓不时去互消防单位掠违规，不过煞嘛是无钱通好去改善。亲像这张导火7间大楼，这4年来就去互掠36届违规去互处罚。这公寓大楼的困境讲煞，咱就要来提醒大家，若是住伫咧大楼内底，万不遇撞着火灾时要注意啥物？第一，就是千万袂使坐电梯；若是第二，就是毋通秘伫咧浴缸内底，因为这浴缸的门通常是塑胶，根本就无法度阻挡火势。若过来一点是真重要的，就是逃命时阵千万袂使走旧楼，因为咱会记你讲，这火烧的烟凊管的速度是比咱人咧走搁较紧，咱是绝对走袂赢烟的。若是上尾一点，就是爱顺手关门，阻挡烟引过来速度。万不遇这火势若是已经烧到门口口，无法度走出去，就爱甲门关好吧，赶紧用巾仔擦门旁。因为这火灾当中去互烟砸死的，是比互火烧死搁较济。所以讲，大家就千万毋通袂记哩火烟的威胁，才会当救家己一命。以上就是今日的解剖新闻，咱甲镜头交转来互主播。好，多谢苏比。接落来，咱要继续来关心的，就是即马国内诈骗集团呢，有人是涉嫌甲奈及利亚非法组织斗空来洗钱，而且呢是甲买来的关价金属寄去到非洲来交换对方的加密货币。警方是抓到20个嫌犯，照洗钱、甲银行法等等的罪嫌甲因上班。目前是有部分已经互检方甲起诉。另外，台北市是发现有假的检警甲人恐吓，互受害者是赔了700多万。穿白衫的年轻人到银行汇钱，向向和行员动乱，甩去台北市警察大厦。担心说他们什么刚刚说的泄密罪，因为他们那个是假检警。原来这70多岁年轻人和假检警诈骗，交出提款卡甲密码，先被车手偷领700多万，搁受诈骗集团恐吓，要求配合办案汇报办。暗过银行发现，小户地基内底提款记录遍布全台真侪 ATM， 所以被列为警示户。账户于不同县市多个分行均有 ATM 频繁提领记录，账户显有异常。银行调阅提领影像，发现均非本人操作，确认该名遭诈骗。这个汉草正好18人，互刑警跟踪甲排获。新北市警方侦办另外一个诈欺案，发现30多岁外籍人士用假护照非法居留，佮作为台湾甲奈及利亚不法组织之间的犯罪联络人。诈骗集团骗取现金后，透过外籍犯嫌移转境外，曾转变现后购买虚拟货币，以规避银行监管措施，达到洗钱目的。国内诈骗集团创伫台北市松山的商办大楼，甲奈及利亚不法分子达成洗钱合作，透过伫台湾的外籍嫌犯，将假投资的钱买贵金属、汽车零件，寄到非洲当地，换对方交付等达的加密货币，用安尼辗转断点洗白犯罪所得。窦姓被告等12人。涉犯银行法之非银行从事汇兑达新台币1亿元以上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经过检方调查，发现犯罪集团为去年11月开始，一年经手的金流高达5亿。当初被移送的20人，即马部分也被起诉。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好，除了诈骗以外，这毒品嘛是同款掠卖哩。来看这台南甲云林的警方是成立专案小组，经过当月的调查，伫云林查到2个卖毒的集团，发现因主要就是找少年人来卖毒。这11个嫌犯当中，有8个人才拄满20岁尔，所以检方是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甲因提起公诉。来，起来！警察！专案小组的人来到云林口后的一个林家厝内底，当场压制这35岁姓陈的主嫌，因为去年开始就专门找当地20多岁少年人来卖毒。云林地检署与警方合作，经过1年多的监控，总算是抓到这个集团。贩毒集团，他们招募20几岁的年轻人加入他们集团，并以云林县口湖乡住处及麦寮乡住处及工厂作为他们的据点。然后大量制造新型毒品。同款是找少年的成员
38岁姓张的嫌犯，为去年开始组织卖毒集团，以朋友经营的工程公司做藏毒品甲卖毒品的据点。这2案是计共掠到11个嫌犯，其中8个人才拄满20岁。而且他们犯错的对象大致上都为20几岁的年轻人。依托米纸、烟弹外，另外尚有扣的彩虹烟100多包，毒品咖啡包900多包。本案侦查终结后，分别以毒品外防治条例第4条第2项及第3项贩卖第2.3级毒品，将被告等11人予以提起公诉。卖毒集团除了找少年的成员，嘛拢专门卖给少年人。检方表示，这查新的毒品是愈来愈重要，会阁继续侦办来阻止毒品的买卖。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关心的是，这民进党牵涉强谍案，昨检方是照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来起诉前外交部长的秘书，也就是何林杰等4个人。其中，这黄楚莹是涉犯4项罪，求刑判30档6个月。今嘛法院已经裁定4个人拢延长收押期间。在真侪个民进党政党工涉及强调风波，经过检方3个月过清办彻查证件，依照涉犯国家机密保护法等罪嫌，起诉总统府前书记吴尚虎、接受做外交部长时期的前幕僚何俊杰。民进党民主学院前副主任曲世元甲资深党工黄楚莹4人拢被具体求处党刑，分别具体求处有期徒刑5年至18年6月以上之重刑，并申请法院没收黄姓、邱姓被告犯罪所得，合计828万余元。北检调查起，中国做生意黄楚莹上头先被吸收，由曲世元加入，被审头25年，分别收超过607万甲211万，提中共试探情资。就党内吴尚虎甲何俊杰收集赖总统伫副总统任内出国访问行程甲外交等重要机密资讯，用特定的通讯 App 泄露互对方情感情缘。不过，刚才吴尚虎甲曲世元真侪检方批评黄楚莹甲何俊杰毋但好情还情，佫真侪摆讲白惨，是要误导侦办方向。这是这种人工间谍，它相较于网络间谍危害也更为重大，因为它是有点线因为突破，所以在法体系还有这个反情报的手段，还有就是未来这个任用机密人员的稽核都需要强化。4人起诉了以上台北地院审理，因为是个案案件无公开审理，法官认为有逃亡、掩埋、交传共犯加证人的疑虑，随着暗时裁定延长羁押期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另外，再来看捌做过南亚立委助理的林国良，伊是因为涉犯国安法，获检方甲约谈。除了伊以外，这基隆市议员拿敏辉的助理王凯民，也佮有前总统陈水扁的幕僚郭文彬，这2个人嘛拢互叫去问话。落尾林国良是以10万块交保，限制出境出海，也那另外2个人是无保请回。我目镜行出办公室，这人自称是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发言人林国良，则倒伫面册批评立委沈碧荣大兵车，即马也被加入强谍案。彻查调查局高安站分进泄露搜查机会甲林国良的徛家，因为伊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议员助理。林国良2021年捌用新党籍参选台北市议员失败，即马也是台北市议员王新奇的兼职小编。不是从我办公室被带走，没有，他只是我一个兼职的时薪小编，所以并没有在我们办公室上班。除了王心怡以外，林国良也捌做真侪立委的助理，即马各立委赶紧跳出来发声明。王宏伟表示，林国良确实捌做助理，不过已经离职1年半，支持检调正办。可有亲也伫进前发声明，林国良迄时阵伫办公室做小编，已经伫去年底离职，支持司法机关依法正办。林倩琪表示，无法度用份违法涉弊的行为。除了林国良以外，到庭被约谈的对象，也有前总统陈水扁幕僚郭文彬，也有国民党基隆市议员拿敏洪助理王凯民。经过检察官规暝精审了后，用涉犯国家安全法，有令林国良10万交保，佮限制出海出境。郭文彬、王凯民2人是无保请回。检方表示，其他细节因为关系国家安全，无方便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
台东的警察局分局长陈宏平，互人指控是用前方车载某囝四界去佚佗，而且伊个要求警员来做因的司机。这款行为煞干那互人记2支新界尔，这互基层的警察是真不满。台东县警察局表示讲，这件代志呢已经有移送地检署，即马全部是照法规来处理。台东分局长陈宏平去年上任，被指控去年7月到9月之间，用前锋车搁指派员警赛车，真侪摆载太太囡仔到台东看这气球，甲各地旅游有公器私用多例嫌疑。被检举了后，台东县警察局该记2摆新界处分，引起基层县警不满。地方民众认为安尼行为真不应该。观感不好。不关公务的话，那就是有待斟酌了。台东县警局表示，去年10月接到检举了后，都察考到调查相关人员，同时用涉嫌多例诈欺甲背信者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县警局也依照规定来处分，无处理情形。成员使用公务车载送家属，违反警察机关公务车辆使用管理要点，已于114年1月13日核予申诫2次惩处在案。台东地检署也说明，今年1月经过调查了后，认定嫌疑人的行为属于公务执行的范围，甲多例诈欺、背信等罪，造成效果无同，专案清结。县警局强调，这个事件拢照规定处理，会阁加强公务车管理，严禁使用。公视新闻台东报道。中国在野大联盟今仔日举办成立大会，这个发起人也就是前国民党的立委郑丽文，伊强调讲，这不是为着大罢免的活动才来成立的，是希望讲以党外的精神来守护民主。也那民进党是批评讲，党外这个词互因乌白乱用，根本就是瞎查天花道。前国民党立委郑丽文宣布组成党外在野大联盟，11举行成立大会，希望集合在野力量监督执行，包含中选议议事陈培铁、万九基金会执行长肖玉琴、拜鲁国文老师吴桂枝、馆长陈志汉，拢伫发起人名单内底。不是专门为了大罢免成立的啦，因为我们不想要只成立2个月。我们希望在未来这关键的3到5年，那今天我们看到韩国，看到美国，我们才发现原来民主这么的脆弱，随时会瓦解，随时会倒退。组成在野这个党外大联盟，它的目标绝对不是只有就反制大罢免了。不过大罢免倒可以变成党外这个在野大联盟的第一场战役了。马上就到了，7月8月可能马上到了。郑丽文强调，想要用党外精神守护民主防线。对了，人目前伫中国的馆长陈志汉透过娱乐影片表达支持。民进党提委张启凯、麦玉珍也到场收听，不过活动会场也发生插曲。有一个穿黄衫查某人举手帮创一位抗议，然后互工作人员请入会场。抗议卖台主张，反对铁公集团。如果党外的这些人士们，地下有知的话，一定会感到非常的痛恨跟失望的哈。既然有人滥用这样的一个名词，刻意的想要去营救这些毁宪乱政的蓝营的大罢免的立委了哈，我们还是要强调，这些周边的都不会有效果的。议会批评滥用党外名词，质疑协会大罢免嫌会，调解继续互呛，后续的效应也引起关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洛杉矶，即马因为非法移民的问题，这冲突是愈加愈大层。洛杉矶的市长巴斯即马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市中心部分地区特日是宵禁10点钟。也那这川普呢，除了是决定要来派700个陆战队员，也有4,000个国民兵进驻以外，今仔日伊还佫较表示，无排除会用叛乱法来处理这场冲突。川普无少用40亿代票调派700个陆战队员加4,000个国民兵，要去加州洛城准备镇压移民示威暴动。加州州长甲检察官想要阻止，向联邦法院申请禁制令，说服法院驳回。洛杉矶市长是真无奈。I want to tell him to stop the raids.
I want to tell him that this is a city of immigrants. I want to tell him that if you want to devastate the economy of the city of Los Angeles, then attack the immigrant population. 当时洛杉矶市长巴斯也下令进行紧急状态，佮宣布当地7日暗时8点开始到隔日早起6点，10至10点钟的宵禁，可能会连续几日。川普除了调兵7日也伫加州军事基地布拉格堡纪念美国陆军250周年演讲当中，佮一摆有关声音批评加州暴乱，喊接无政府状态。Generations of Army heroes did not shed their blood on distant shores only to watch our country be destroyed by invasion and third world lawlessness here at home, like is happening in California. As Commander-in-Chief, I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It's never going to happen. 川普言辞真激烈，指控示威者是外国敌人，佮表示要解放加州。Very simply, we will liberate Los Angeles and make it free, clean, and safe again. It's happening very quickly. 目前美军部队有关在征援当中，一个美国官员向媒体表示，700个陆战队员在部署伫洛杉矶50公里的海拔海堡，但进一步派遣。不过，其实根据法律，这海军陆战队员无大保权，因为川普政府原先的 tax 无这种授权。来洛杉矶的军队可能保护建筑部指挥交通。They cannot do seizures. They cannot stop people. They are not supposed to detain or arrest in any form or fashion, except if it's in self-defense or in extreme circumstances. 等到办公室，川普被记者问到什么时阵才停止派遣国民兵的时阵，川普无讲出时间表。伊表示，若是伊出手，洛杉矶早就已经陷入火海。Will the National Guard be in California indefinitely? How long will they be there until you think? Until there's no danger. It's easy. Look, it's common sense. You ask me that question. 不过也暗示无排除动用美国法典第10篇的叛乱法来处理这场冲突。If there's an insurrection, I would certainly invoke it. We'll see. 叛乱法正式的名字是1807年叛乱法，以温总统在特定情形之下动用军队来镇压叛乱甲暴力事件。不过这法案在历史顶悬真少被动用，而且常常受法律的严格限制，尤其在无州长请求的情形之下。公视新闻洪如梅报道。来看这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的习近平通电话了后，即马美中已经展开新一轮的贸易协商，7日是伫英国的伦敦来进行第2日的谈判，主要的重点就是稀土，目前已经有一寡共识。也那中国商务部的副部长是讲会来汇报给两国的领袖。美中双方代表加入会场进行第2日会谈，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7日继续伫英国伦敦进行。美国代表包含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也个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中国由副总理何立峰率领代表团。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双方谈判进展顺利，不过可能继续到第3日。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顶礼拜通过了后，促成这场谈判。美方暗示愿意取消对部分技术出口管制，来换中国放任稀土出口管制。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准备取消最近对晶片设计软体、分级发动机零件、化学品加核材料的系列限制。美国总统川普前2日表示，甲中国相较差不简单，希望能拍破中国封闭的状态。We want to open up China. And if we don't open up China, maybe we won't do anything. But we want to open up China. It'll be a great thing for China, a great thing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Are you willing to lift export controls when it comes to China? Did you give your negotiators any sort of limitations? We're going to see. Look. 另外，美国甲墨西哥接近达成一项协议。路透社引用彭博报道，美国会取消川普对特定数量内墨西哥输美钢铁扣50%关税。美国企业应免关税进口墨西哥钢铁，不过前提是总进口量无超过历史报销量基准的情形下。公视新闻陈慧珍报道。再来关心咱国内立法院三读修正军人待遇部分条文，这志愿一个加给无份军阶的官阶是会当领到3万块。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讲，加薪水其实大家拢真欢喜，也毋过伊所认为应该呢，这立法院咧增加预算的时阵，爱先甲行政部门来讨论，才袂影响到其他的军事计划。155榴炮摆几排，国军10月伫咧屏东航港北电地进行天雷操演，
依照顺序实施联合就破攻击，场面正震撼。透过操演加强国军整体防卫战略，也拿一个国军的薪水方面，立法院70也3读通过军人待遇条例修正案，将志愿役的加级增加到3万。国防部表示欢喜看到待遇增加，但是部长郭立雄讲，修法应该符合一个前提。恳请这个立法院在大幅的增加税出的这个预算的同时，能够事先跟行政部门不管是行政院还是国防部，都能够做一个商量吧，可能会排挤到我们现在其他有关作业维持费跟军事投资这样的一个支出。那也希望国防部应该就此来重视甲人才留来。另一方面是讲，透过立法院增加预算，明显危险。我想200-300亿对于我们整个战力提升来说，它可能是更重要的。而且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即使我们有装备，都没有人。我们还是要考虑到整个国家整体施政的衡平性。一手加薪，但是一手动删预算，请问这个是真爱国军吗？还是担心被罢免？这个没有办法妥善率能够维持在一个程度的话。那事实上，这个对我们的战力是非常产生大的影响。在同一个时间，中国的2大航空母舰越过第2多年建立西太平洋，引起日本方面的紧张。郭立雄强调，咱国军对强悍动态拢有掌握，也讲这边的行动会让看出中共扩张主义的本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劳动部有公告禁止强迫劳动支票，也毋过调查所发现讲，敢若18%的企业有设监督的机制。学者就来指出讲，这政府呢无定规范，所以企业都毋知影这到底要安怎来掠强迫劳动，恐惊是会影响到台湾的出口业，也有国际形象。台湾的远洋渔业要互美国劳动部点名3届有强迫劳动的问题。另外，美国的劳团嘛指出，台湾的纺织业这款情形嘛真普遍。为着要了解大企业敢有得实践防制强迫劳动，有劳团就针对全国前500大公司来做问卷调查，发现敢若18%的企业有设专职部门来监督敢有强迫劳动的情形，然后才13.6%有委托第三方来进行人权稽查。真的只有唯独制度化的这个落实这个人权的这个政策，那必须要来强化政府、企业以及相关利害人关系的这个合作的这个机制，它才有办法来有效的防止这个强迫劳动，才能够提升劳动的这个尊严。根据劳动部公告的禁止强迫劳动指标，有包括行动限制、超时加班、含扣发薪水等等。政府嘛，伫咧2020年有公布企业含人权国家行动计划。不过有学者指出，政府到今也无定出指引，协助企业来了解要安怎辨识强迫劳动和执行调查等等。学者就警告，安尼未来恐惊影响到咱国的出口业，也有国际形象。欧盟的部分的话，已经通过了一个那个禁止调查指令，还通过禁止强迫劳动进口到欧盟的指令，全部都要在2027年底开始实施。现在已经2025年了。那今天我们的国家有没有帮助我们的企业去了解这些规范，以免未来我们的整个外贸的这个部分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民团和专家学者要求经济部和劳动部，另外赶紧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施行制度，让企业落实人权政策，安尼才有通有效防制强迫劳动，保障劳工的尊严，嘛提升台湾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也有信用。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立法院审查儿童托育服务法的这个草案，这立委甲民间团体就来就是讲，这个法案呢，就是根据幼儿教育也有照顾法等等来设的。这树头原底就已经徛无在啊，所以即马所生出来儿童法，恐惊也是无通解决问题。幼儿园托育中心不当对待案，定出现社会新闻版面。行政院7月确定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将2岁以下幼儿托育单独立法，再以维权委员启动特调审查。发生之后，我们就是几乎处于一种求助无门的状态。教育局那边独立做他们的调查，那我们也不太能够参与，也没有跟我们去讨论那个调查的进度啊，或是过程什么的。家长看到囡仔的状况真不甘，所以真歹监督调查状况。根据了解，即马囡仔的虐待相关违法事件处理机制是根据2023年实施的新版《幼儿教育甲照顾法》，
参教保服务人员条例，即马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也搁参考相关处理机制，引起立委的反魂，甲民间团体积极，恐惊将法规的看旁也同齐列入。当你今天的思维是我只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完，这件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制式化，就是有个交代而已。但事实上并不是，我们需要家长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各界目前烦恼，行政院目前版本调查机制恐惊会有5大看旁，包括无通知家长相关的流程规范处理过程，应该提供儿童保护甲主管目前无规范。儿童家长无法度处理调查报告甲将期末的决期，另外家长无申复也是申诉管道，以及违法行为人公布期间无定，所以化成主管机关爱改善。各方对于这个部分，特别是有关调查的部分还有一些不同意见。那我们今天就来倾听各方给我们的指教。目前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定案版本还未出来，不过因为法案针对的是0到2岁低年龄的幼童，各界希望主管机关更加谨慎，阻止危险的代志发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2008年讲要互中火莫阁来烧涂炭，这台中市府呢，昨暗时宣布来核准中火天然气第1号机组先来试营运。台电表示讲，希望年底之前就会当开始来运作。也那环保团体是认为讲，这台中用电真凶，就是因为高价电的产业拢伫遐，所以会有政府赶紧动作来减少烧涂炭。普式的烟筒踩伫咧厂区，发电机组已经准备好啊。台中火力发电厂燃气1号机组原定这个月9号试车，经过台电5度送件，台中市政府10号暗时宣布支持蒸汽减碳政策，以空污法核准燃气机组试车。其实蒸汽减煤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方向的部分，所以市长也决定说要叫我们赶快进行发放的部分，所以在昨天的部分就赶快把那个许可证审完以后就发出去。台电表示，1号燃气机组试车核准了后，会赶紧来展开作业，希望伫咧年底进行正式运转。另外，2号燃气机组伫咧2026年运转了后，就会拆除烧炭1、2号机组，预计上慢伫咧2034年达成中火无煤。努力在今年的年底前让它能够上线来供电。那另外就是2号机组。是规划明年会上线，预计1年就可以供应大概140亿度的稳定电力。最近台电批评台中用电量连续6年是全国上悬，2028年会来到400亿度，认为用电煞无发电，万项代志敢若想着家己。环保团体是认为无必要挑起区域的对立，高耗能产业来到台中，不是台中人的原罪。我觉得这个已经挑起区域上的对立因为中央政府产业发展上一直要台中去接收这种高耗能的产业，逼得变成现在是台中市的用电量多于发电量，但是这并不是台中人的原罪燃煤我们希望在2028之前能够全部减掉。台中市府表示，空污法规定燃气机组试车期限是100天，市到台电需要提出合格的检测报告，环保局就会正式核发操作许可证。台电是希望市府伫咧燃气2号机组审核过程会当更较顺，最近来改善中部的空品。公司新闻台中报道。全球暖化，即马极端气候呢，对咱的农业影响是真大。农业部鼓励农民来投保，以农保法的规定施行了后，第6档开始，这补贴是以60%上盖紧绷。也那国民党的立委呢，是希望讲会当赶紧来修法取消补贴的限制。也毋过农业部煞是无愿意的。另外一部分即马猪肉价格呢，逐公斤是拢超过100块。农业部表示讲，其实95块至100块拢是腰算合理。天公伯暗落雨，或者是落上侪雨，农业拢大受到影响。国民党立委才预防指出，对民国108年到112年期间，极端气候影响农业损失超过540亿。就算农业部鼓励农民针对因种的作物来投保，政府会补贴保费。不过农保法规定实施的第6年开始，保费的补贴比例上侪就是60%。立委才预防就提出爱修法。应该修正依实施年限递减补助的落日条款，改为授权给农业部建立以风险为导向的动态补助。目前有投保的比例大约53.72%，理赔总金额有到60亿6千万。不过农业部偏向卖修法较好，因为希望爱让农民负担部分的保费，提高因的风险意识。而且愈地农民投保保费就会愈低。目前也规划针对愿意连续投保的农民，要予因更较好的补助。
我们希望保险是一个长期性，每年都能够投保，而不是好像又跟天气对赌。连续保的话，我们会给予保费的优惠。因为最近猪肉价小化价1公斤200块，农业部搁再强调95块到100块，农业阁算是合理，超过100块只是暂时的行情。当它的价格已经有一些偏离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场调节它的批发的头数、进场的数量，那这样的话就能够让它的价格。稳定在95到100之间。另外，林业协会甲立委有做会开记者会，指出真侪手册地其实标示无清楚，互消费者掠准是使用国产的青牛奶，其实是使用蓝掺牛奶粉捏油的还原牛奶。农业部长陈俊贵表示，会阁加强推广青奶的标章，嘛强调即卖技术已经会当检查出是使用本土也是进口的牛奶，未来会加强稽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顶礼拜新冠就医的人数是达到7万多人次，即马上介严重的时间已经过去啊。卫福部中华病医师表示讲，因为这疫情是愈来愈成流感，所以来新冠门诊的人其实并无较侪。也毋过这医师也是呼吁讲，这个65岁以上的时代，也阁有高风险族群，都要赶紧去注意防射。民众坐远远甲医生保持距离。顶礼拜，咱国新冠门诊急诊就医人数71182人次，疾管署拜二宣布，这波疫情提早达到高峰，但是民众也是爱提悬警觉，因为重症甲死亡病例拢有增加。部立中华病医就表示，目前新冠疫苗的注射率上低。到目前为止新冠迄个预防的比例较算偏低啦。你若讲有得过的人，有诶感觉讲我就免搁住但是实际上你若讲得过的人，正常来讲超过60天以上，咱是会使搁做预防针，来加强后壁长期的保护效果。根据卫福部的统计，目前咱国 JN.1 疫苗注射率是9.3%，其中65岁以上头一档注射率是19.3%，第二档干那1.6%。也那中华县伫5月底冒协调医疗院所，针对县内卫生长照机构注新冠预防针，减少胃病风险。针对高风险族群，本县在5月22已经召开住宿型长照机构的联系会议，协调医疗机构入机构接种疫苗，防止机构群聚。虽讲新冠疫情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但是卫福部表示，今年咱国新冠并发重症的本土病例，目前有730例，106例死亡。尤其65岁以上的时段甲慢性病患者占多数，其中确诊甲死亡病例无注 JN.1 预防针的人将近90%。卫福部嘛呼吁符合资格民众踊跃注预防针，降低重症甲死亡的风险。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国科会支持研究团队用聚丙烯酸钾的这个材质，甲大脑的影像放大到80倍，每一条神经拢看现天。未来这项技术对癌症等等的治疗有真大的帮助。你可以看到下面那个亮点就是原本的果蝇脑大小，然后呢，借由这个超疏水性的这个材质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同一颗可以把它放大成这么大。就是这个高去水性高分子组合物聚丙烯酸钾更加，伊的材质和红眼仔流珠仔同款，会去水会膨大。科学家就甲大脑的组织浸伫这更加内底，大脑就亲像鸡龟仔同款，上大会膨大80倍，互科学家甲每一条的脑神经、脑结构看甲清清楚楚。我们光学很多的物理家、化学家，经过了100-200年来往前推动的，就是2倍、3倍的差异。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样品是已经达到80倍的差异。这是国科会支持的新研究，研究人员嘛讲，若是用较早传统的光学显微镜看大脑，上济会当放大2-3倍，即马运用特殊的一种高吸水性高分子组合物聚丙烯酸钾更加，上大会当放大80倍，未来也会运用伫脑神经相关的疾病顶面。所以像刚刚提到的癌症啊，这些神经相关疾病、神经退化疾病，这大概都是有可能可以做到的部分。若是大脑神经这项技术，嘛当运用伫咧身躯的每一个部位，对癌症的治疗有大大的帮助。国科会表示，目前已经试验过猪脑、鸟齿脑的器官标本，效果拢袂歹。未来也会进一步和医界合作，用科学来帮助医学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记者陈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再来看台中南屯的向上路5段呢，这搭车是真多，所以驾驶枪载是因为视线无好去弄到分隔岛。
即马台中的警方是按算伫7月底进前，伫较高出代志的路段来设 LED 的警示灯。 车驶伫咧内车道要切去外侧慢车道的时，煞弄起安全岛。另外，这阵事故也是要切车道的时，哪像无注意到安全岛去下着，搁有车要换车道的时去下着别台车。事故地点拢集中伫台中市南屯区向上路5段这条路口。 我觉得是会被前面的车子挡住，对，然后就比较没有注意到那个安全岛的部分。那边是没有交通岛的，可是过来，然后就有突然一个交通岛，如果只要驾驶人一不注意的话，就很容易撞上。实际去到向上路5段到中中路口，安全岛风下甲密密茂茂，风浪条啊也已经断去。附近民众表示，当地车真济，阁是弯路，未少驾驶要切来外车道的时，定无注意到安全岛，就去下着。 警方表示，这路段的事故比例占全南屯区事故的8.6%，会加装 LED 警示灯，提升夜间驾驶的安全性。预计于7月底前，在8出入口31个分隔岛装设93颗具自体发光功能的 LED 标志。 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台中市路口的事故率会比其他县市更加悬，是因为台中市内外车道切换的所在强在是伫咧路口，驾驶要注意的路况伤济。我是让车辆在路口做内外车道切换的时候，驾驶人不容易一次反应这么多的状况啊。比方说，他同时要注意后方外侧车道来车，那他又要注意前方要闪避那个岛头。 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若要伫路口切换大挂车道，驾驶就要哪切换车道，哪注意路口的状况。建议照其他县市伫车道中的路段设置切换引导，才会当提升安全性。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屏东的永代技术学院已经停止招生，这学校已经趴园11冬。最近屏东县府是打算开3亿外，甲这块8公顷的土地甲买落来，重新搁再整理甲规划。县长周春美是讲，因会来整理意见，针对校地来翻新甲规划。学校的门牌拢互草啊、树啊砍掉的，规个校园内底拢无整理，全是粪扫。 屏东县林乐的永达技术学院，对2014年停止招生了后，校地已经趴园11年。即马屏东县政府预估要开3亿1千万，甲买落来，准备重新规划。有议员建议，甲即个校地打造成大学理工学院，互屏东囡仔会当留伫屏东发展。屏东在5所大学里面，没有真正一个大学是属于完全大学，更没有理工的人才，成绩。 在大学的时候可以考上外面大学的，几乎不可能留在我们屏东的大学就读。屏科大的部分，它是有工学院，那屏东大学这边是有理学院。这2所大学都非常的没有自我设限哈。那屏科大他们自己也开了一些相关半导体的一个学程。县长周春美讲。 头起先会进行土地接收甲整体规划，嘛有委托顾问公司、屏东大学甲屏东科技大学这个学校来讨论方向甲需求，针对规片校地办理都市规划检讨。那我们还在做最后的一个可行性评估。现在1到3年，我们会是在现行土地的使用管制规范下，我们来活化既有的空间，那进行修缮，也跟这个教育资源的整合。屏东县政府城乡处表示，永达校区的地点交通利便，校地搁宽。 即块趴园11年的土地，要安怎甲教育资源、甲在地需求整合，嘛是因刷落来爱面对的议题。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台南新寮镇安宫镇殿的开基里马金身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即马庙方是决定要改修整，也毋过在过程当中所发现，这个神像内底竟然搁藏另外一身神尊，这是引起在地真大的讨论。也那文资处是回应讲，拜告就会派专家去视察参评估。 庙人员参道士当咧进行驾灵仪式，因为即尊有100年历史的镇殿开基义马金身要送去修复。新寮镇安宫神尊因为年代较久，爱修整，面小可晓晓，加上结构有问题，管委会向市民请示，同意来修整。要修复正前，透过照电工检测，无见我发现神像内也有另外一尊神。阮义马嘛有落架，伊就讲年过到，伊禀报上天啊。 体内的神尊会当来来做一番的处理。
它的矿物彩层，底土层，或是那个它的彩绘层这个部分去进行它结构的一个复原，让它恢复它原始的一个结构强度，它就不会再继续去造成损坏，我们也会去保留它原始的一个样貌。修复师讲，对电光片会当清楚看到身上的头甲金甲头的形，普看起来应该是软身的马祖金身。特别的是，外面这尊马祖敢若50公分，竟然内底藏一尊神，是真罕见。大台南文化研究员推测，早期安南区是对水浮出来，过去才做水灾真严重，可能是祖先为了要保护神尊，甲旧神像藏伫神窟的内底。就圣庙互大水冲去，咱一般来讲。唔一定会抱神像、神走、先来撇水灾安尼，所以有可能因为安尼的因素，所以把一尊原底的神像放伫咱的神雕的神像内底。文资处回应拜五会派文资专家学者到场评估，提供后续建议。那文书解讲，那汤王爷开宗，除了通看到神尊，嘛其他有其他的文物甲名册，会再进一步来证明英国新寮定安宫的发展，嘛对咱子孙历史有真大帮助。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嘉义的自乐山艺器协会邀请到国内81位工艺师来展开包括展览、甲个会啊等等超过100多件的作品，希望透过展览会当展现台湾宗教的工艺，也个生活美学。这个木雕、灰啊、石艺、展览等等，来自81位工艺师，各用105件的工艺作品，配合2025台湾工艺季的展览。伫嘉义县民雄的表演艺术中心，要展览到6月底。邀请到全国北中南咱的工艺大师，拢总81位，新现的作品105件。我想这是一个足难得的机会吼，因为要去找为100几岁的老师，甲一寡足少年的年轻的创作者，这是一个艺术吼，甲文化的呈现吼。这个参与展览的81位工艺师当中，有4位得到国家工艺成就奖，阁有1位是文化部重要传统艺术的保存者。参加展览的工艺师就讲，透过互相交流，会当入捌无共的技术甲观念。这个来81个老师啊，有81种的技法在内底，所以咱看到这个物件，我感觉讲，咱如果来甲推广出去，咱下咱这嘉义这百姓，咱这民众，会使来看到咱这个最好的一个传统的表演的物件。使知影讲一寡可能家己无想过的想法，还是讲无用过的材料，就是一寡技术上的这种交流安尼啦，是袂歹，真好安尼。自乐山艺器协会表示，这个展览当中有国宝人瑞王清松的作艺作品，阁有4位国家工艺成就奖工艺师的作品。透过老中青3代的经验交流甲创新，无论要提升在地技术，嘛要延续台湾的工艺文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过去这15冬来，皇帝徛过的数量已经减少1/4去啊，这是比进前所估算的还阁较严重。根据研究，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全球暖化。即马皇帝徛过恐惊伫个2100年进前都会全部断种。皇帝徛过伫海边顶面生活，伫海边下面找食，跳上海边出行，也伫海边上换毛。即马因的数量煞大减少，因为海冰断咧消失。If the sea warms up, that sea ice, which freezes over every year and melts every year, doesn't last long enough for them to complete their breeding cycle or to molt properly, and that really gives them a lot of problems. But one of the interesting things about this study is it's not just the sea ice which has become important to them. We found that they were declining even before the sea ice started to decline. We think other environmental factors like more rainfall. 根据科学家研究组织英国南极勘测，利用2009年到2024年的卫星资料，发现16个徛过生态地的族群数量减少22%，比进前估计全南极减少的10%，也佫悬出真侪。这份研究包括南极半岛、威德尔海、甲贝宁斯号深海等16个皇帝徛过生态地占全球族群大约30%。Studying over 15 years and on average, the trend is going down quite considerably. It gives you great confidence that overall the picture is quite poor, is quite dire for the penguin.
另外，丰台徛过的生态地伫2023年已经风发现的66个中，有14个出现生态大失败的情况，海边养了伤济，使得细只徛过伤早落水淹死。根据南极洲挖印度洋的一家阿黛利地的一个徛过生态地的模型有果，那海边继续减少，恐惊到2000年之前，因的数量会为6000队减少到剩大约18队，也就是讲少大约93%，灭绝几率只少36%。丰台徛过的命运是气候变迁深刻影响地球的证明。当咱拍拼降低碳卡价，转向更加永续生活方式，爱给你丰台徛过的无声音的呼吁，佮爱及时采取行动。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31度到36度，中部地区是30度到35度，南部地区31度到35度，东部地区是29度到33度。那外岛地区27度到32度，也个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下晡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我们始终愿意张开双手，努力促成朝野对话。你会当买货，你买当退货啊！你也感觉伊做了无好，我人民都是个权利啊。袂当讲吼，大家要来巴你，就拢迄种恶霸，别人拢善霸。你这边要升到大罢免，我这边就给你玩公投嘛。不管是罢免也好，还是即马咱那什么公投也好。